王小白要出发了。老婆，我相信你。看看这个王小白如何能够单人闯关，战胜前面2位试图先声夺人的男双选手。不急，老婆慢慢来。哎呦，非常的沉稳淡定啊，显得心里面非常的轻松。我觉得也算是盖里老哥跟他的一种默契。哎，先就是让他解除他的紧张的情绪。盖里老哥他就像是他1.9米乘1.9米，就是那个王小白的一个坚实正方形的一个后盾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话音未落，水里边等待的好像不是这个盖里老哥啊。我觉得还是步子迈小了。步子迈小了是吧？哎呀，真是这时候大长腿显得非常之重要啊！一下戳中了我的痛点。大家看一下重放的慢动作，哇，他没有踏到这个第3个桶的中间的部位。哎呀，比我想的快！他们喷水了，快拉手！这个桶吧，比咱们想象的滑很多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们实力的问题，过分了，它这是喷水，过分了，实在是太滑了，人都是干的，我们是湿的，根本滑不到。为什么？